继续来看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的修正案，立法院三读通过了。打来，像前总统马英九，若要到中国香港甲澳门，本地是管制3年，新法三读了后延长到6年。另外，设立国家的机密，处10年的徒刑，甚至会当加重徒刑到15年。修正通过。立民进党立委多数决的国家机密保护法修正案三读过关，未来若是涉入国家机密，相当处15档。不过审查过程中，国民党立委拒绝协商，会让外界觉得是真的是有某种层次上政治的针对性。法案过关，就在5日控进前，因为前总统马英九修宪国家机密保护法，卸任总统3档内需要监管。在新的法条过关了后，其中26条涉密人员，原本也会使看警方缩短，不过刷来再看警方延长3档。中国如果对我们没有善意的话，飞弹飞来飞去就会变成敌国。马英九卸任总统，或者是卸任的重要的将领。我们规定比较严格，我认为这个是适当的。另外，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有规定，涉密中港澳，处3档以上10档以下有期徒刑，绝对机密加重刑期1/2。33条即将范围机密涉密中港澳，相当处7档，嘛会使加重刑期1/2。法规修改严格，就是要避免有心人士出卖台湾。